拍嘎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病房照护常常会用到跟床上洗头发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阿爸妹，你好，今日来咱五天休息条那么好冇？好，麻烦你嘞。大热按大热，条那么就你当爽爽。好，我先洗下手，准备洗条麻毛的东西。俺来洗条那毛咯。好，什么你？我老面床药片，枕头拿走，还个拿布的贴垫。我为得你的钢筋为等拍，再个拿棉花擦等你的耳光，还个拿棉花扎等你的木珠。好，准备好嘞，俩下爱开始洗嘞。你的头那么很强哦，什么你也按咯？창문水位太少，也是太冷漠。唔会，嘟好。你还有哪位位去？我将老二多注意下。一条碰唇，再麻烦一下。洗好嘞，我拿太棉花老二的头那么包起来。头那么洗好嘞，爱夹夹流水出体，再用吹风机流头那么吹走来。我老二的头那么梳顺来，安样是会较有精神。条那么洗枪动轻松，什么你哦？唔是客气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4线腔调。照服员进行洗头发工作前，会先告知说：“我今天来帮您洗头发。我今日来老二天数洗头那毛。我今日来老二天数洗头那毛。”照服员礼貌地告知病人要铺毛巾、塞耳朵、盖住眼睛，会说：“我会在您的脖子上围上毛巾，再拿棉花塞住您的耳朵，还有拿毛巾遮住您的眼睛。我会在您的钢筋里等拍，再个用棉花擦掉您的耳孔，还个拿棉花扎掉您的木珠。我会在您的钢筋里等拍，再个用棉花擦掉您的耳孔，还个拿棉花扎掉您的木珠。协助卧床病人洗头发、清洁头皮的时候，会贴心的询问：“您还有哪里会痒？我再帮您多抓一下。”你还有哪位会害？我将老二多捉一下。你还有哪位会害？我将老二多捉一下。洗完头发后，要快速擦头发，并吹干。我们会说：“头发洗好了，要赶快将水擦掉，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。头那毛洗好嘞，爱夹夹流水出体，再用吹风机流头那毛吹走来。头那毛洗好嘞，爱夹夹流水出体，再用吹风机流头那毛吹走来。”最后整梳头发时会说：“我把您的头发梳顺。我留你的头那毛梳顺来。
爱老捏头那毛属孙来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照服员进行洗头发工作前，会先告知说：“我今天来帮您洗头发。我今日来让你停手洗头那么。我今日来让你停手洗头那么。”照服员礼貌地告知病人要铺毛巾、塞耳朵、盖住眼睛，会说：“我会在您的脖子上围上毛巾，再拿棉花塞住您的耳朵，还有拿毛巾遮住您的眼睛。我会在你的颈颈尾顶拍耳，再个用棉花擦顶你的耳孔，还个拿棉帕扎顶你的目睭。我会在你的颈颈尾顶拍耳，再个用棉花擦顶你的耳孔，还个拿棉帕扎顶你的目睭。”协助卧床病人洗头发、清洁头皮的时候，会贴心的询问：“您还有哪里会痒？我再帮您多抓一下。你还有哪位会開？我想讓你多捉一下。你還有哪位會開？我想讓你多捉一下。”洗完頭髮後，要快速擦頭髮，並吹乾。我們會說：“頭髮洗好了，要趕快將水擦掉，再用吹風機吹乾頭髮。頭那麼洗好咧，愛夾夾漏水出體，再用吹風機撈頭那麼吹走來。頭那麼洗好咧，愛夾夾漏水出體，再用吹風機撈頭那麼吹走來。”最後整梳頭髮時會說：“我把您的頭髮梳順。我讓你的頭那麼梳順來。我讓你的頭那麼梳順來。”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內容，大家記得多看幾遍，認真練習哦。